因为 COVID-19 疫情影响，大家烦恼到病院会增加感染机会，所以看医生比例降低，同时连带造成癌症筛检的意愿明显下降。根据大安妇幼病院胃肠科医生陈建安，以大肠癌的筛检降低2成，大便检查异常转介做大肠镜嘛减少6%的警示为例，嘛互院长相当烦恼，疫情解封以后，癌症因此会来爆发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大家就医率很低，那所以有很多隐藏性的疾病，大家都没有发现，而且大家投注的都是在于我们的 COVID-19 所产生的这些副作用。那事实上，大家就医率低，相对的，你疾病的发生率相对也低很多。所以，大概尤其在癌症这一块，我想。大家或许在10年后再回归到我们在这种 COVID-19 发生的这3-5年之间，那癌症的一个造成将来期数的 advance， 就是说在进阶的一个期数，绝对是有它的一个比例的一个上的一个增加。妇幼病院徛伫社区型的优势，甲预防医学的使命感，以子宫抹片检查大大降低子宫颈癌为例，强调做抹片同时当做大便检查，降低大肠癌的风险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子宫颈癌在10几年前，我们大概6分钟护一生之后，大概从子宫颈癌从女性癌症第1名降低到现在目前大概是第7名，那甚至第8名。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抹片的筛检比例相当高，那这个也唯有在妇幼医院你才能够做得到。那相对的，我们要提升粪筛，也就是说粪便筛检率的一个上升，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大肠直肠癌的癌症的发生比例的急早发现。那这样的话，就配合我们这样的妇幼医院，能够同时在做子宫颈癌的抹片筛检之下，同时可以推动粪筛，这样的一个粪筛比例相对的提高很多。那像这样，我们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在癌症的一个晚期的发生。该病院新增加胃肠科以后，陆续也可以增加心脏内科、甲内分泌等处专科，用连下门诊的方式来为民众健康把关。台南新闻，阮子林英光采访报道。